你知唔知狗仔咧，其實佢好似聽得明人話咧，係因為佢個腦有記憶咯，而唔係佢聽得明你講咩咯。因為佢個腦喺處理語言上面係用3種功能，即係聲音記憶、坐低啊、趴低啊、卜嘢啊、行為聯想卜嘢啊、預測能力卜嘢啊，即係呢啲其實都係條件反射咯，即係佢聽過啦，佢做過啦，佢再聽多次，佢會知道可以再做啦。即係如果你嬲住咁講，恭喜發財啊！即係佢可能會縮㗎。你笑住咁講，頂你個肺，佢可能會開心。即係再講多次咧，因為佢哋唔明你講咩㗎。狗仔理解語言咧係靠情緒信號㗎，佢要讀咗你嘅聲調啦，你嘅面部表情啦，你嘅身體動作啦，即係佢係用緊行為邏輯去理解人類咯。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如果你想過得開心嘅咧，你係需要留意身邊啲機會咯，即係好似係斟水啊、買下茶啊、做家務，即係點解小事已經要讚咧？咁樣唔會麻木咩？錯啦，因為小事意味住執行條件反射嘅機會比較多，你做得越多，其實係越容易 trigger 到狗仔嘅快樂情緒噶嘛。你要學識培養興趣，然之後養成習慣，做完要有正面回饋。所以俾大家一個練習就係，你喺訓練狗之前咧，其實係要學識觀察咗身邊有啲咩玩具，因為對狗仔嚟講，玩得嘅就係玩具㗎啦。即係觀察咗先，跟住下一步就係理解咩係玩，開心先係玩㗎嘛。你面無表情點叫玩啊？即係都係嗰句啦，佢唔明你講咩㗎，佢只係知去洗碗嘅同時佢冇得打機，跟住你又唔讚佢喎，你又唔講又唔笑又唔俾指令，咁佢咪會覺得呢樣嘢唔係玩具咯。即係好多時我哋做主人咧，訓練唔好隻狗去聽你指令去丟你架咧，其實係因為你都冇建立一個反射動作，佢又唔明你講乜，又睇唔到你表情，佢都唔知你中意啲乜，你嬲嘅時候都唔知點氹你。即係作為主人，你係要 define 個玩具一個意義咯，而唔係由佢去賦予咯。因為做呢件事有冇意義係個主人決定㗎嘛，你明唔明啊？